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为了确保过年期间蔬果、鱼肉供应加价销稳定，台北市场林梦燕一透早的前往中下农产品批发市场进行了解，发现日前虽然受寒流影响，不过蔬菜供应陆续充足，只有少数水果加鱼产受到影响。而除了批发市场接线嘛前往东门大菜市甲超市大卖场视察，详细了解食品安全的状况。也强调绝对无营运价销乱起，董事会中意甲消费者拜年恭喜，发送红包，分享年节的喜气。最近有收到有市民朋友反映有一些观光地区可能有这个物价有哄抬等等的现象那我们会立即请消保官去加以清查那么也要求店家要做一些改善跟标示要清楚，不要让消费者有所误会那如果确实有所不法，我们也会立即开罚并且这个甚至做进一步的一个处理。祝大家新年快乐！为了市民会当安心采购年节商品，市府表示，过年期间卖密切注意，持续监控市场的行情变动，落实调配供应，和家家户户拢当买到丰富嘅介绍功德年货来过好年。电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过年期间也是甲厝内人团圆的日子，不过对着一年365天拢未当休困的警察甲消防人员来讲，为了守护民众的安全，必须随时待命。对此，议员林美燕甲在地民间企业奋益金属公司特别准备300份的年菜来慰劳第一线执勤人员。大家都很辛苦啦，有一点那个。小小的心意啦，慰劳这些警卫人员呐，这些保姆啦，大家都很辛苦啦。我想我们就是做关怀这个动作我们已经就是第2年了。我说第9年，咱的第6分局那个地方，我们也就是在过年的时候也有就是送了一个就是小小的一个就年菜啦一般讲这个年菜会当互咱这个执勤人员能够感受到社会对他关心非常感谢我们杜董事长夫人她是我们南区尤其湾里一带非常成功的企业家，那也非常有爱心对地区做了很多的善事非常有爱心。那也在这个春节期间为了体恤我们消防以及警察同仁，包括我们义消同仁因为在这段时间我们都有协勤，当然我们的同仁是24小时在服勤非常的辛劳。那也希望在这段过年期间大家的执勤辛劳慰劳给大家。对着企业的爱心年菜，包括警察局第4分局、第6分局，以及消防局第6甲第7大队，也拢回敬感谢状，感谢民间企业和辛苦工作，无法度回去甲厝内人团圆的工作同仁来加油打气，也互因感受过年的温馨气氛。但是，嘉山林根采访报道。虎公山南台别院首次办理亲子创意花灯活动，由全台湾3000多个人共同参与，总共做了1000多粒的花灯，挂满了规个大厅甲服务处。对于花灯的模样甲顶头的纹理，更是会当感受到满满的和平甲祝福。虎公山南台别院更希望这一粒又搁一粒的花灯，会当变做一个又搁一个。代表幸福公民的象征。有3000位小朋友和家长们合作画出1000颗的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创意花灯。我们动员了100位义工，用了1个星期的时间，将这1000颗的灯笼分类布置。我们
也将在大年初1、初2、初3，在南台北院举办票选活动，选出的第1名将可获得3000元的奖学金。在此，邀请乡亲们到南台北院来里活左村赏花灯，并且给孩子们投票鼓励，让这一盏盏代表光明幸福的灯，照亮每一个人的心灵，促进社会和谐。用文化来发扬佛法，传送着较侪佛的理念和众生，是佛光山的宗旨。同时，南台北院伫咧过年期间，初1到初3也将要办理着亲子创意花灯园游会，邀请民众做伙来同乐。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踮市场参选人陈廷辉看到今仔日离九暝前一天，以及西洋情人节，充满喜气甲幸福加倍的日子，发表伊今年旺台南的小红包，甲旺旺招财春联，并且当场伫街路发送，吸引真侪民众烧钱讨喜气。咱今仔日建设将咱1块的红包向大家来做一个公布。咱伫咧过年的时阵吼，咱嘛将即个红包啦吼，发予咱所有咱的好朋友啦吼。这道即个1元红包吼，我们是台南起飞，幸福共好。尤其咱今年咱的小英总统他所强调的就是幸福共好，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幸福共好可以让我们所有台南的乡亲会当做伙，互咱台南有一个新的愿望。所以伫即个1元复始，然后在新的一年，要祝大家拢会当旺来旺来旺旺来。尤其这是旺的一年，然后谢谢。然后我们还有我们的还有我们的春联哦，也是一样，旺旺招财哦。所以狗年其实是一个很好而且很重要的，就是要让大家旺台南旺一整年祝福我们所有台南的乡亲都能够永远幸福、快乐、美满。特别制作上万份的小红包甲春联，接下来伫过年期间，陈廷辉也会前往各大庙宇来祈福，同时进行发放，祝福所有民众伫新的一冬会当财气满满，好运旺旺来。咱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国民党台南市长初选办法一直拢无定案。台南市会国民党团今日针对着是毋是要将无党籍的台南市长参选人陈子敬纳入去泛蓝甲国民党提名的全民调进行投票调查，其中14位国民党员有12席来同意正蓝、泛蓝做伙来民调，竞出上介好的人选。阮今仔日国民党的议会党团吼，召开这个不记名投票。是要让陈子敬用泛蓝的身份来参加国民党全民调，是不是会当提名？市长是不是当提名？阮今仔日来参加有14位，12位是同意陈子敬做伙甲国民党的全民调，2个无同意。阮今仔这个动作是希望中央作为中央的考量参考。希望中央赶紧甲办法出来，互咱台南市的市长赶紧提名，互咱的支持者赶紧会当画出，咱要支持什么人，这是阮的上界基本的一个要求安尼。党团会依照上界紧的速度，将投票结果发问予国民党中央，希望中央会当尊重并听取地方的声音。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我是小邓老师，我是小琴。小邓老师，自从我们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节目播出后，好多观众朋友都觉得很难得，在我们台南地区能近距离的认识学习到
好多客家相关文化，感到非常兴奋呢。那今天我们节目要和观众朋友们分享什么客家相关文化呢？係啊，真件非常感謝你觀眾朋友嘅支持哦，有大家嘅鼓勵同支持，就係我哋認真做節目嘅動力咯。我想你今本日播出嘅日期啊，合華麗嘅公演，無就來講年相關嘅用語老諺語好冇？哎，好哦，好哦，觀眾朋友可以應景的學一下。哈哈，年年多多學起來唔會吃虧啦。你要當多做阿公阿婆薩，為到愛鼓勵自家嘅子女，也係順利也到愛會講客家話，就會規定4年嘅公演兩紅包嘅時間，愛會講客家話。好，那我們就先來講恭喜發財，客家話怎麼說呢？恭喜發財啊，客家話就講恭喜發財，恭喜發財。哎，那紅包拿來怎麼說呢？哈哈，紅包拿來，紅包拿來。錯，恭喜發財就是恭喜發財，加一句紅包拿來就是紅包拿來。客家人在過30安補食過團圓飯，落下4太年就會本漲年錢。30安補是除夕夜嗎？哎，還有我聽到有一個錢字，哎，是壓歲錢的意思嗎？哈哈，我就講咪，小錢嘅反應啊，食材當好哦，很香哦。30安補就是除夕夜，漲年錢就係壓歲錢。小鄧老師，那除了這些應景實用客家話，還有其他的用語嗎？有哦，客家有公年相關嘅諺語啊。小鄧老師，那趕快告訴我們吧。客家有一句諺語咁樣講：30安補在通，通到叫；6月天公腳通，通到收。好，我慢慢來講哦。來，30安補在通，通到叫；6月天公腳通，通到收。哎呦，把我難倒了，舌頭都打結了。哎，這兩句話是什麼意思啊？30安補在通，通到叫，意思就會講，在除夕夜啊，每個人都高興的迎新年，而且家裡一定都會準備大魚大肉，非常非常的豐沛。可是偏偏在這個時候啊，嘴巴痛，不能夠大快朵頤一番，自然心裡不好受啊。當然是30安補在通，通到叫。那另外一句呢？6月天公腳通，通到收。意思就會講，在6月農忙的時候，天氣非常的酷熱，熱到讓人受不了啊，卻還是得下田工作。這個時候偏巧不巧，腳受傷了，不能夠下田工作，免得感染細菌就不得了咯。腳雖然痛，卻可以不用跟着下田工作，當然是通都收咯。客家諺語真的很有意思哎。客家還有死夫法哦。哎，什麼是死夫法嘞？死夫法啊，就是我們所謂的歇後語。比如講30安補給紅包，30安補給紅包，什麼意思啊？30安補給紅包就係4人的歡喜，大人愁，小孩子高興，大人憂愁啊。哦，30安補給紅包，4人的歡喜，大人愁。還有30安補腰痛啊？什麼意思呢？30安補腰痛輕病，意思就會講，在早期的農業社會，家裡還沒有馬桶的設備，要小便都得用木桶來裝，所以在年30晚上睡覺前要徹底的清洗乾淨，引申為盡最後努力，全力打拼的意思。講得，都好下自家，天師學院根本你就講到兩位咯。你下你觀眾朋友講，張
来了哦，装来了，装来了。汽车哦，我不只有车，我还有司机。认真负责人，酒后不开车。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今年春节假期比较较短，因此上都青三冠王有线电视非常大心，为无安排出游行程的台南乡亲准备了一精彩的电影，伫咧新春特区。无论是国片或者是国外动作片、浪漫爱情片，或者是贺岁电影，全部拢总有。而且只要看咱新春特区的电影，都有机会来抽奖。今年过年期间非常的短，所以宅在家里面全家一起看电视，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过年休闲选择。那在这边要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那从即日开始到2月28号之前呢，只要您透过我们的数位机上盒随选影片的新春特区观看电影，就有机会得到抽 iPhone X 大奖的好机会。那看一部就有一次抽奖的机会，那看越多部，当然抽奖机会就会越多。那所以大家在过年的时候呢，不必去外面跟人家人挤人，那也不用去录影带店这个租任何的片子来看，只要透过我们的数位机上盒，就可以让您看到非常多精彩的好片，同时还可以抽大奖。只要伫咧新春特区看一出电影，就有一届的抽奖机会，看愈侪得奖的机会愈悬。这电影限定的礼品以及上界大的奖 iPhone X， 就等着幸运的观众朋友来带走这寡春节限定的好礼。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知名烧肉品牌第18间分店13号伫台南大圆柏正式营运。会中特别邀请到社会局长刘淑辉、远东百货公司企划长刘志成以及干杯集团的营运长王思凯等等的贵宾，做伙欢喜来庆祝开幕，并且将爱心的餐券来捐予社会局，希望予弱势家庭的小朋友买当吃到美味的料理。那我们很高兴，这个王院长的团队跟我们这个陈协理领导的这个团队，我们终于把干杯请到这个台南店来了。它是第18号店，不过对远东百货来讲是第1号店。我们刚刚有跟这个王营运长是，我们继续努力，我们希望很快的有个第2号店开在圆柏。就是真的非常开心，我们这一次有机会可以跟那个远东集团合作，然后我们这烧肉品牌是在台南这边，是跟远东开了第1号店，真是特别的感动。刚刚那个邱校长也讲了，就这个感觉就是我们有共同的这样的理念啦。那我这边的话要代表这个干杯集团哦，要谢谢刘企划长啊、林营运长、陈协理啊、许店长，还有圆柏每一位对那个干杯的支持，然后还有协助的人。远东百货公司甲干杯集团申请着企业的责任，伫咧做生意的同时，嘛会当兼做公益，希望会当抛砖引玉，互社会大众做伙来关心社会弱势。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移动队议员贾在翁甲客家奥运会顾问团等人数收听，其中参选人陈廷辉选择伫朱济宫庙埕，再次向乡亲提出关公英雄的3大愿景，强调其中毋是选项拢共款，一定要有具体蓝图。
会长嘛呼吁党中央爱伫3月5号初选民调进前，补办电视政见发表会，互市民有第一权利，需要马上进行车队宣传。大家10点帮评委来照顾电话，接着市长电话民调，困家大家为支持陈定辉，为支持陈定辉。伫客家将军7号顶滨海区以车队扫街，陈定辉拍出将军的查某囝，甲大家博感情，嘛得到在地民众热情之好。伫车队出发进前，陈定辉嘛针对0206台南甲花莲地动的教训，嘛表示伊当选市长一定加强地动的教育，甲土壤异化区的补强。因为有台南的0206，还有花莲的0206，我相信大家都这个心悸犹存哦，所以我觉得如果依照这样的一个方向，未来我们的地震教育更为重要。要安怎对咱的囡仔开始做起，要安怎互因感受到讲原来地震是遐尼严重，而且要安怎来对咱的教育主编助心的自身的这些安全来做起，怎么去防震，怎么去做一些逃避的一个避灾的一些动作，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我们要做的。把每一个选民每一摆宣传的机会，但天辉真拼就是初选过关。但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市长参选人吴伟霆今伫2月14号这个日子推出做伙追求台南的幸福这支广告，影片甲太太刘玉清共同主演，呈现翁仔某2个人对熟悉到交往，最后进入婚姻的点点滴滴，内容相当温馨，传达出希望甲市民共同来追求台南的幸福。对我们来讲，参选是很重要的事情。但对绝大多数的台南民众来讲，选举是你们这些政治人物的事情，大家还是希望平平安安、快快乐乐过个好年。大家可以去看今天的市场，可以去看今天的这个各地方的这人潮聚集的地方，大家都已经开始有这种过年的气氛，大家快快乐乐的在这边过年。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很重要的是，我们办的这个记者会，不是要说谁的是谁的非谁的又如何，最重要的是要借这个机会，借着小年夜的时候又除夕到过年的时候，跟大家拜个早年，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阖家团圆。那当然，西洋情人节很重要啊，所以我们要祝福有情人终成眷属，然后让这个选战的烟硝味被这个过年的年节味所取代。被情人节的这个甜蜜味所取代。为着要感谢太太这阵啊为伊无闲走摊拜票，吴伟霆伫咧记者会上也赠送着精灵节的礼物给太太。太太刘玉清收到了后，马上就送互来现场采访的记者，也显示出这对翁仔某朴实又个亲切的一面。打出来这么快？战斗的时候，因为承载了将近18年、20年的婚姻的那个感谢。还有2份。什么叫爱？就是要分享。台南市长参选人吴伟霆以着参选的初衷，幸福台南这个方向来打拼，希望市民朋友会当支持，共同来追求台南的幸福。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